这字解意思是量词、计算次数的单位。教育部写这字经解解是有适合啦，咱一般人就无需要安尼写，因为教育部每一解写的字拢需要经解嘛，对因来讲是真适合啦。次要的次，伫商朝、伫西周早期进前，白音拢读做拜，或者是解。甲骨文画一条船，来去两番停靠，摆渡夜，来加去就算一摆。到了周朝的金文，次则写做中义、中欠，本意是义顶附属，音译等于这字解，嘛是其中义顶的意思。一介草民有轻贱的意思，一介行礼就那一些唔正面的行礼啦。另一个重点，来回算一解，写这字解也可。字乱写就爱改啦。这字次有两个白音，一摆、两摆，一解、两解，一摆、一解，看你介意倒一字，在你写啦。传承自东夷文化的用字。一摆，有时咱嘛讲一文，这个文的甲骨文画一个往来旋转的螺纹，意思是反归内部。这字主要在强调条理分明的纹路，意思将回也、旋纹也。纹路的纹，天上月纹、运转也，地上月纹，这两字纹同音同意思。咱学写字的节目，就一文一文、一集一集的讲。这个文教育部无存在的字，例句：这场军赛爱拍过3文，才知影输赢。教育部写袂出来的字。这集学写的字，次要的次，白音就是摆，就是解。解写这字也可。将会的小说，就是一文一文，豆豆仔讲。